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做的第一道料理呢，我们有地瓜、胡萝卜，还有我们的马铃薯，通通都长在地下。对，可是呢，我们今天要用这3样的食材，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呢，我们要做甜点。真的是很劲爆哈！只要做甜点哦，还不是把它变成什么沙拉泥啦。待会往下看的时候，你会更惊讶，它还要加上别的什么东西进去哦。那马铃薯大家要记得哦，马铃薯呢，它发芽是不能吃的哦。那我们这时候都会在厨房告诉小朋友，那为什么马铃薯发芽之后不能吃？这个部分呢，因为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有毒性，所以我们不能吃。像是暑假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夏令营。那夏令营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会真的带小朋友去市场，传统市场去采买，如何采买新鲜的食材。非常棒！我常常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传统市场里面，就碰到那个小孩子啊，去市场里面去研究怎么做腌制。像京都它很多腌制的菜嘛，哇，小孩子在那边猛做笔记，然后戴着那个帽子。然后前几天呢，我去京都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，结果在火车上一看到，哇塞！一堆的小朋友，大概有100多个小朋友都戴着那个帽子哦，因为蛮热的嘛，去水田，他们准备去种稻子，结果后来下火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那一天是农家都已经准备好要插秧，哇，跟学校做一个建教，就让孩子来亲自，我看他们每一个都穿那个雨鞋啊，然后就亲自去种这个水稻，我去插秧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教育哦，让孩子知道我每天要吃的这个米饭呢，到底是怎么样来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大家讲，看一下小丽手上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大家一定很惊讶哦。其实我想这个好麻烦呐，你看怎么这么小，这么麻烦？老师说他特别选这个，其实是有原因的哦。因为像我们小朋友年纪都很小，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手部肌肉的发展。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让小朋友多做、多学习一些东西，但是可是我们很多时间就是忽略了，都帮小朋友做好了，他们反而像上小一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就是手部肌肉发展不好，所以导致成写字的部分没有办法写得非常的漂亮，感觉都在飞舞的样子。可是他们其实非常的认真在写，主要就是因为手部没有力气。手部有力气的小朋友都送他们去学小提琴跟钢琴的啦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在让小朋友的来说的话，这么小的东西要让他们控制，其实不容易，而且再加上这样子很轻松的，对我们来讲，这样子把它打开来，对他们小朋友的肌肉发展其实是有帮助的。那请问一下，我现在再来练习做这个，对我的手部肌肉有没有发展，有没有帮助呢？没有帮助了，不是那我不要播了，很有趣啊，这很有趣，而且小朋友一定觉得妈妈平常给我吃糖果的时候，不可以哦，我们只能吃半颗，吃1颗。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加在里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变一个魔法，我们要把这些蔬菜水果这些东西，我们要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和果子，日式的和果子。然后我们像这样子加上牛奶糖之后呢，我们要加上我们的奶油，加一点点的奶油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就像这样子把它搅拌一下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电锅里面去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很轻松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电锅里面，然后外锅放1杯水。好，我们就把电锅切下去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准备它如果起锅之后呢，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饼干，可是妈妈都会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饼干的，然后不健康。可是我们等一下做起来的东西，小朋友会很喜欢吃之外，爸爸妈妈一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把山药一些比较特别，然后很营养，小朋友非常少见的一些蔬菜的食材，像芋头，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，然后放在里面。但是我女儿现在已经20岁了，大概很难骗她了。没有，把它做好之后放滚在里面，它也挑不出来。这个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们的蔬菜已经蒸好之后呢，这是要裹在外面那一层，就不会粘手。然后一个和果子的概念，再加上我们今天选用了白芝麻，白芝麻也是可以让我们肠胃蠕动，因为小朋友都很挑食，那可能就是肠胃蠕动不是很好，然后可能会有便秘的问题。
这时候我们起锅之后呢，我们的牛奶糖就在这边。那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压泥器，然后把所有的蔬菜，然后把它捣烂。那我们的牛奶糖呢，刚刚放的是5颗，然后它会有一个特别的香味，这样子突然觉得，为了要吃那个牛奶糖，我只好把旁边的红萝卜跟地瓜，还有那个什么马铃薯全部都吃下去了。好，我现在把它压泥。那这时候我们也很推荐刚刚厨娘说的山药，其实也很适合。这时候如果小朋友也不喜欢吃芝麻的话，还不喜欢，我们通通都把它加进来，它就跳不起来了。我就会在这时候加一点芝麻，芝麻也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非常好，因为很多的丰富的钙质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差不多就已经成泥了，但是很软。这时候呢，我会把一些饼干直接把它白水弄成小块。就是让它的那个水分不要那么湿哦。对，因为那么湿的话，我们塑形呢也不容易塑形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把它搅拌进来，因为它会吸收它的那个水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我们的小丽老师啊，到底要把它怎样呢变装成孩子想不到、爸妈也想不到的一个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先把它放在旁边，我们一次做起来之后再来排盘。那这时候呢，小朋友一定会觉得说，里面啊，我们中间里面，如果说想要特别要包一些馅料的话，我馅料啊，就是陷害的那个馅，同字不太一样哦。所以里面的馅料啊，我们就会想说，他们特别像什么芋头比较硬一点的，那些蔬菜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蒸软，然后一颗放在最中间。对，如果说真的很不喜欢吃芋头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一样是弄成泥也没有关系。像我曾经有做过紫色的，就是拿紫色的地瓜、紫色的山药来做这样子的颜色的变化，就会很丰富。而且小朋友这时候都会一直偷吃。不要说小朋友，我现在都很想拿一颗来吃。但是我想你做那么辛苦，你要串成串，待会儿我自己剥一颗往嘴巴里面塞就好了。不会不会，可以一边先试试看，没有关系。老师说的哦，大家都见证了，不是我偷吃哦，我是光明正大在观众朋友面前吃。因为我实在是很惊讶，虽然我不排斥红萝卜，我也跟马铃薯感情也不错哦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想要尝尝看，加了牛奶糖之后到底是变成怎么样？老师，我真的要吃下去了。可以吃吃看，加了饼干的味道又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老师真的好天才哦，完全没有红萝卜的味道，然后那个地瓜那种土味也没有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谢谢啊！难怪我上老师的那个粉丝页看说什么150个小朋友报名，我说天哪，这是什么夏令营啊？150个，我一想到150个孩子说他要学做料理，我看我马上就投降了。居然老师可以有办法叫150个孩子在一个空间里面。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要来把它排盘。所以是这个我可以带回家自己玩。好，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们用的饼干的量其实不大，然后家长就不用再担心说，你不要再吃那些饼干，等一下要吃饭了。可是他现在吃的都是蔬菜水果。对，其实刚刚老师那一盘的那个饼干啊，要是我的话呢，我就会觉得，一口饼干，然后一口咖啡或一口茶，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就把一大排的饼干都吃完了，你还不觉得过瘾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饼干它吃下去没什么嘛，对。可是呢，你看刚刚老师那个小小2包呢，可以做2、4、6、8、9、10，加上我吃掉了51颗，还有剩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把小小的造型先丢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这样子的话还没有很可爱，我们等一下让它变得更可爱。还要让它变得更可爱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先放一些进来，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可爱呢？就是要拿出小朋友都抗拒不了的小叉子。老师怎么那么了解我？居然还剩一颗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呢就会先哇，老师你这个叉子也好可爱啊，特别去找的。小朋友就会直接可以拿起来吃，然后像这样子，它有特殊的造型的，就可以插在旁边。
一整个看起来就很缤纷，然后小朋友就完全忘记它是蔬菜，很缤纷啊，真的好可爱哦。像这样子。